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刑事警察局今年的6月，查到用空运包裹来走私黄金。这个诈骗集团先用投资的名义，要求被害人交付着现金甲虚拟货币，提过手了后，就透过洗钱集团换做黄金，送到柬埔寨的诈欺机房。警方继续来追查，发现这个黄金的来源是台南一间62号的金仔店。金仔店的头家涉嫌长期帮诈骗集团来洗钱，互起诉求刑20年。用火烧金仔，互金仔用气，所以倒伫咧无具内底，冷气就变做规地热。若做金仔店拢知影这个技术，也毋过煞变做台南一间62号金楼帮助走私集团犯安尼手法。这金仔拢等咧坐飞龙机走私送到柬埔寨或者是越南，这一边叫长着是因为警察进前料到有走私黄金集团和诈骗集团合作，用假投资骗到被害者的钱，或者是虚拟货币了后，随和洗钱集团换做金仔，搁摕去镀金当做因内在册，惊做门洞要空运假包裹，想要骗过机场电工具检验，走私出境。警察调查台南一间金仔店，发现头家涉嫌长期协助诈骗集团假藏上亿的现金，含来买黄金。犯安尼间楼是三大搬商之一，佮个是南部上大间的搬商，有在调定黄金的技术。金额在兑换过来的话，已经将近洗钱的金额达到了9亿多元。银楼的老板涉及了诈欺防治法以及这个洗钱防治条例。因为因会当骗过电工具，诈骗集团于2024年开始，就用这部来走私黄金出境。专案小组用超过半年时间，才看破人的脚手。金仔店头家讲，只是听朋友的小介才行歹路，去交易超过200公斤的金仔，互诈骗集团悄来洗钱。检察官经查了后，向法院求判有期徒刑20年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